那讲到这司法法律法条，真侪民众感觉是真青分，离生活又搁真远。不过，司法院表示讲，法治教育若准有做了好势，通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。司法院第礼拜参这金马执委会合作，推出自控技术司法影展，选出6出国内外戏出，用戏剧来讲司法，希望提升民众对司法精权等级的认识。法国之医这出电视剧以一个在台湾做乌工的国籍医师为主角，讲国籍医工人权、医学困境，还有司法3方面的议题。这出结合多方面议题的戏出，入选司法院甲金马执委会合作的2024司法影展。作为一个每天都在看电影的人，我还是会被司法影展很多的影片的议题内容就是给震惊、给感动这样。那今年也不例外。电影不只是娱乐，还会当真做优化司法甲民族距离的媒介。司法影展今年已经是办第6届，今年经6出国内外的戏剧作品，都邀请影视专家、法官映后交流，共同探讨作品当中司法甲人权议题。11月初7到12月初1，分别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举办。我觉得民众呢对司法好像是距离非常遥远，可能人民呢对司法，可能是对人权、法治呢，如果不了解，那可能就是会对司法会产生一些误会会拉开那个距离。所以透过那个影视的影展，我觉得是最能够拉近这个人民跟司法之间的距离的一个方式了。除了司法影展，为了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了解，亲像2023年开始实施的国民法官制度，也是一个例。司法院表示，因成立参社会沟通小组，都咧透过社群媒体传播、制作儿少刊物、Podcast 这寡多元管道，互更较侪人去接触法治教育、人权议题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